呢個係我一個程序員同事，佢叫小普。佢話屋企人幫佢取小普呢個名，係希望佢安安穩穩做一個渺小嘅普通人。最近因為疫情，我哋公司亦都實施居家辦公政策，而且而家全球變暖，普通人減少出行，亦都可以緩解氣候危機。話唔定有一班雀仔仲可以多繁殖一兩代添。工作之餘，小普亦都會喺各種嘅社交軟件上邊同唔同嘅女仔互動。佢話網絡相對於現實，空間更加廣闊，亦都更加自由。但係小普好清楚，虛擬世界同現實嘅分界線係非常明確嘅。呢日喺度玩緊某個遊戲嘅時候，小普認識咗一個同城嘅女仔，跟住佢經常同呢個叫 Rachel 嘅網友一齊打機，兩個人配合默契。小普經常話打遊戲呢，最忌諱就係動感情，當理智被情感左右，決策就會受到影響。不過佢知道自己已經動咗感情。亦係從嗰個時候開始，小普同 Rachel 嘅聯繫越嚟越密切。佢哋會頻繁咁傾偈，話題亦都各種各樣。終於到咗前段時間，小普同 Rachel 都覺得兩個人嘅關係可以再進一步發展。佢哋決定視頻傾偈見面，但係拋頭露面呢種事唔係程序員呢種幕後人員擅長嘅。小普好緊張，但佢心諗，如果情況唔係好理想，譬如對方嫌佢太醜嘅話，佢可以即刻斷線，避免尷尬。畢竟大家喺現實生活當中亦都冇任何嘅交集。小普撥通咗視頻電話，結果佢睇到視頻嗰邊係一個大腦。大腦同小普話佢就係 Rachel， 不過佢並唔係完整嘅 Rachel， 佢係 Rachel 嘅大腦。呢段時間一直都係佢個本腦喺度同小普聯繫，因為 Rachel 嘅身體已經冇辦法忍受長時間嘅虛擬生活，決定要同大腦分開一段時間，自己出門去街上邊。小普冷靜咁思考咗一陣，自己又何嘗唔係同對面嘅大腦一樣，長期活躍喺虛擬空間呢？只係程序員嘅身體被大腦所支配，並冇作出腦身分離呢種行為啫嘛。小普環繞觀望咗一下自己狹小嘅房間，又望咗望鏡頭入邊嘅自己，佢決定係時候要出門一次啦。小普同大腦講。